教练再见。教练再见。谁？笑一个啦，笑一个。好，没事，不要想太多，门记得锁，不要害我被教练骂。好。哦，记得哦，明天一样，火腿再加大冰奶。双脚用力要平均，歪七扭八，你越练越糟怎么办？教练，你左脚不敢用力，全部靠右脚，过一阵子换右脚受伤。还有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吃止痛药啊？教练，对不起，但是我真的想要上场打球。这是我高中最后一年了，哪怕只是1分钟，我也想要上场。教练，拜托啦！我真的想要上场，我想要打球。想要打球就靠自己的实力，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收。报。弧顶进来一步跳投。谢谢教练。站好再投，再，哎。
屁子啊！你敢不会踢草沟啊？明明就等于叫双来调试按钮。无要紧啦，打球呢。毋过好子的来放起来，都毋现的。遐种呢，还现金嘛个好子。讲若袂比倒样，嘛该都毋管。计个气干哦。好嘞啦，洋球啊冲腰啦。罗贝森，嗨。等一下我要再看到里面的等等能力，不用管对位，全力去突破对方的防守，听到没有？是教练。是教练。罗贝森说起。是教练。是啊。有请上！好嘞！来！好嘞，准备上衣，阿云歇困。机器。现在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是在看模呢，啊，唔得用用的啊，唔敌见笑系冇？就算对方的发吧，输赢42分用的，笑死人呢！I看唔到啊，你自己衰，迄全村的人哪有狗屎？按何样打赢去的，系冇？讲法啊！教练，既然青看唔到啦，他太上地位啦。既然青上龙男有个结果，怎么好运呢？哎呀哈嘞，也唔是什么系冇？看嘛哎，唔敢打到有人敌冇？打到有激男的。钟汉义，阿姨，也根本日比赛6强，天公嘅走顺，检讨报告写出来。检讨嘛该，你的战术哦。放有绯闻，注意你的态度哦。小死你，42分啊，拿8分听听啊，大妈懂事。加油！哎呦，来呀做嘛？你安样啊，我唔炒饭哈？嗯，啊，挨起甲阮买啊，唔是笑。就几多4个人，还本娘妹老娘妹来炒饭。嘿，无老飞问讲啊你啊吼。你们会讲下面子哦？前2年老你讲嘅体育老师嘅条路联络会忙啊？挨起甲事情挨起甲要处理嘛，转移啦。某条路你是嘛？哎呀，你回去啦。生意哦，
不要轻一点啊？在家。讲若袂比倒样，嘛该都唔管，计个气个哦。以前呢，唔知啥物东西。往前呢，私案处。台蹦现在都是种嘛，理论派啊。昂啊，你看地板有病呢。神呢，按太严的下注意嘛，小心点的。阿远呢，唉，反强绯闻，接得很准哦。好，今日呢，大家都第时间问题顶来咧，咱就来好好加强一下进攻的能力，莫干难事咧，好吗？练球咧。来，你拿球诶，吉吉。吉吉。来。来，阿进，行动，行动 ，Go Go Go Go。反强绯闻同学，你 V 还冇照出来啊？还有不好意思咧？推，过来，停。好，第二片1号来。靠近加油！行动，下，行动。他专心的是好么？拜托啦，期间嘛个 V 的，应用的啊甲讲的汤唔是黑嘛，就唔系假片。你也骗过来，也骗，看过来，看一下，几号？好。拜拜。来。靠近加油！睇下排谁？阿进，行动，行动。多大的做嘛噶？我讲几多摆？你头脑很用的啊，木珠很用的，你用片分唔出来啊？刚刚刚唔系亚 V， 古爽嘅意思就是讲，迄教恋爱，几唔错嘅，系冇？冇，唔过家出去起一片，那么几唔错。今日呢，我来做教练啊。冇爱。大家，演迄只球吹呢，迄弹吹哦，迄个无上去练呢，迄太监咩木练呢？教练明明去。讲乜东西啊？教练排谁？啊，练冇？爱。睇下排谁？
难治诶，我有新冠案大啊，连教练队嘛甲咱远法。你毋许讲难，技术迄直接留超南来，毋记讨办过来，无重新变规划。技术迄难啊，韩国基金本人韩讲，因做毋得过来时候无真安全咧。讲话甲生尾出诶有生尾个用诶，这是很上破诶。考子，那阿元考子咁正经要留团啊无流创无？当然唔会啊，那就会终于断团无？贤姊，唔会夹夹天机迄无啊？真强哦！我无切推呢，无领着使用哦。哪有？眼镜本人还唔迄本人马个望做好教运通服。我真个上毛诶，今样要有按照个规矩啊。错，根本就迄条慢，毋治本慢的裤拖高，一下出来裤拖闲。我伫家公司，就无我限制因夹夹清新的教练咧。来，再不紧，来，哎，看毛，来，前内，过来，来，阿玉，给架，前后来，来，好，来，来，现在你先。过来，来吧，来啊，好，等下停下来，给架，继续，加油！加油！前后来。做很用诶，你听到？加油！加油！啊，大声！阿勇加油！顾好来，教练，顾落去啊！阿勇去叫张好，现做老二现做无？太巧月，你 Q 上啊？起来！有伤又唔讲咯，咩挨啊？钟阿燕起来！我老豆有点天数，就做来按难时啊！等下米3赢，1.3分球，50点，米20点，50粒，1点。安尼要得到几多点啊？冇挨啊！教练头摆伫太湖南南的时间，佢到10点以前就得破咧。对我得到9点，那我伫，今日拿球啦，记下。拿球，拿球。阿勇，抽定无啊？记下去。加油！加油！我得咧，得买东西啦，啊！书记的教都无天咧，你家嫌啊？参加篮球吹啊，篮球吹啦，啊！陈飞凤，打多年咧，一样诶，俺下对得篮的开始搞问题冇，咩买东西啦？你一丢人啊，哈！长途很长，拜托掉，退出好冇？终于读书啦，冇去寻条路啦，人生宝贵呢。哎，西北体汉，你也比老人去下练球哦。打马篮球小死人呢。队长，看好来，在跑上转去。天马甲现在要求留到田工人，哪一个穿留到田工人啊？讲
讲买东西啊，你教练系嘛？都无得咧，转去遐困。继续得。唔是，再来啊！教练，侬会当通夜发啦？唔是。再来！唐教练讲，唔对唔服教练，唔唐教练嘅话，无去练球，系冇？会唔会？好，汉摆有这种事情，纯粹只有学校嘅规定处理。下摆。我老教练讨论过咧，伊吹中一记警告，嘛个意思啊？主任，你有迄强飞，有冇这么粗？错啊，主任，迄教练体够赞呢，好歹有强飞，完全全出来对下主点，连到教授唔点呢，爱敢错？我错又唔错啊？讲嘅嘛戇化啊哈！等我来啊！球吹本单就应该谈教练嘅话，我带球吹很多年啊，从来就唔是看过一只我打连续嘅球吹，然后就强用啊，大家都按蓝，怪教练啊哈，按 boy 啊，你出门弟弟搞嘛个东西啊？反强非分，全吹就用意见倾倒。听讲也唔是来嘅，唔对，各位中下都强用，迄讲有人啊，老反强非分同学强用，按到想法，按到意见，按到法讲，几麻烦，退出离开。哎，真冇喜欢。迄个唔爱开除强飞，内面我爱打咧。还没黑啊？干咩嘿？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，中下离开，解散啊！退出就退出啊！好啊慢讲啊！好啊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哦，还上课呢。飞文，你退出的事情，我眼光做得，张做得，你对咩黑？好啊，你注意，就麻烦你啊，天天的上，上开啦。
发蛋。啊妹妹，忙说白说，俺爷的出来扼茶的，无加少呢。唔好好读书，你会存太钱。歹势啊，歹势。俺迄放强绯闻的妈妈，要记着教练啊，请问哦，记着迄样的啊，你会来遐米啊？俺爷的这出来扼茶的，忙说白说呢。扼茶的啊？歹势啊，正经讲歹势啊。爱转去哦，要好好搞记着啦，歹势啊。唔怕。老警察哥哥，菲斯里啊！无啦。他太上着啊，你做嘛？无啦，唔怕啦。先转移好啦，先转移啦。歹势啊。好，先转移。来，先回去。好好读书，这样存太钱哦，加油！我扼茶啊，唔怕。歹势啊。唔怕，发蛋，有4种哦。哇，多谢。好，辛苦了啊。呀，迄样的啊，做这啉树有鼻啊，学生们唔是转去了。挑摆讲过的事情，也都无要无紧。你也还有咩哪样就去教练？你搁讲一摆。来讲，你也还有咩哪样就去教练？然后哪样就对不起教练去唔管。世界以上，你讲我去台北手戏，最后唔出现。新教练，你做乜甲人降低？伊对我讲，你莫甲人低么？俺唔低，几样的啊？唔着去求验啊！头发就错嘞。教练，新教练讲我正经懂眼汤，伊就会自动有 M 天分，就按讲张练不起来呢。韩国技巧要练球，结果到清暝，现在去体育馆练无海行路。伊总爱饲一大个理由发言的，结果饲加赛伊变成到四级的。张唔系单枪案呢，佢还欺负谁呢？面都谁呢都叫嘞。像佢安尼，手做会做教练，佢还没做对啊。做啊！正经当初骂死佢。你讲乜解啊？哈？讲教练的废话还按太长啊？那时变都按道理有啊，唔对？你口吹，教练讲乜解就乜解，无按道意见啊！冇冲用，啊！你会打球啊？你会打北强啊？讲我像冇娘死诶！唔放听诶，唔放听来，你怎变到安尼啊？真快！
无办法，迄讲业摆失败咧，眼手无机会咧。眼切对我相关。今天的甄选，我们采取分组进行对抗，4周都会有球探针对球员的表现计分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请大家尽全力，将你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有小心说，放人，放人，下一个。前面2个位置留给教练，其他都可以做。待会6位，那我继续下。然后待会那个荧幕这边，不好意思把那个鼠标移开。我想找教练。先坐一下。教练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等一下再说。现在有请教练。谢谢大家这些日子的配合。我们跟总部讨论之下，已经选出最后可以前往新加坡的正系球员。以下念到名字的，现在序列：罗佩珍、林奇、严伟霆、杜家军、曹威、吴一品，其余的人，谢谢你们的参与。等一下就麻烦把行李收拾收拾。入选的人，明天有新的挑战等着你们。现在解散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你跟我一定会有的。教练，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。上次的健检，你的手有旋转机是略有问题，注意一下，不要用力过猛就好。不过，在送去的健检报告上，这点我们会帮你避一下，不然外国人一小题大做，你可能会失去机会。到时候你就配合一下，懂吗？可是我想跟我爸讨论。今天有几个国外球探问起你啊，都给你很高的评价。不要因为这种小事失去机会了。这点资料你回去看看，好好想想，未来想在哪里打球，
想打哪一种的球队。教练，对对，他是你教练吧？他以前就是从爸爸这边迁到日本自然线的。他那时候也可惜，那个早上我们都帮他 cover 过去了。如果他到了日本，还有听我们的建议继续吃药，也不会被他们发现送去开刀。那个刀一开，运动表现反而变差，最后被人家送回台湾了。到时候你到了国外，有些小问题自己轻着点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吗？知道。我去练习。哎，放假放假，来，咩玩啊？你咩慢啊？啊？跟你本来嘅打你眼用，都對唔住來啊！還少不止一張啊！哦，係啫啊，可能哦，因較深深啊，眼珠唔知什麼在味咧啊，係啫啊，係啫。哎呦！係啫，莫哎呦，我們莫咩嗌啦，咩嗌做乜咯？下次要注意點嘛！你哎呦咩嗌懂麻煩啲麼？嗌啲排泄啊，整形龍排泄啊。老娘沒講啊，那個，我都不知道國家養你們這些體育選手只會吃飯哦，一點小事都搞不定，幹什麼？你就知道國家有養我了。老娘沒講，講乜嘅？講唔係神經病哦。咁樣啊，你好轉來咧啦，啊？你老街條細妹搞到一樣，千萬有辦法聽聽啊！我講過咧，我冇合適。萬一冇做唔錯事情哦，重點係你還冇一樣搞學生嘅出口啊！要我有想過咧，房車咯，你就先出來，我會慢慢地撈幾條溝通啊，哦，你買事情啊！我負責。家長唔接觸一種講法。咁叫，你唔本設計一隻機會，又本計條細妹一隻機會啊！下場嘢就會比賽咧呢。天气不错哦，你不是范江吗？为什么回来那么久了也不说一声，自己躲在这里？快脱下来，别躲了，脱下啊！教练有话跟你说。教练，从日本回来1年多了，到底还要费多久啊？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，除了打球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好了好了，
不是要骂你，我是要你振作。和光那边在找助理教练，我推荐你过去。和光啊，你要我去带男篮，男篮呢？而且他们又那么强。相信我，我从国中看你到现在，你要是拼起来啊，男篮都怕你啊。何况这几年啊，教练来来去去，球员非常辛苦。你过去那边啊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学生一个机会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要回去做饭给学生吃了，哈哈，加油啊！谢谢教练。嘿。教练今天想吃什么？哦，不知道。招牌的不错。教练喜欢吃辣的，麻辣的不错。好啊。谢谢，麻烦你。哎呦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很好啊。我退出职业队之后，就回家里帮忙购买。这样也蛮好的哈。以后会有你不干那要不然他现在还在打直篮。轻一些，轻一些，不要那么用力指责我真实着不要多落。我觉得，如果做什么事情都像是3个月的话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。不信，人家涛头很厉害哦，我做。好吗？很爽口啊。差点就变成被篮球耽误的料理天才。煮食就煮食，讲什么料理天才啊？好啦，其实没有想过的选择，不错啊。还好。你们那边那几个现在过得怎么样啊？只是在做保险啊，上个月刚结婚，受这个小节想要搞一个酒吧，没有钱，跟球有关系的应该只剩下负责。轻一些，不要那么用力指责我真实着不要堕落。教练，谢谢谢谢。有空常来哦。啊，没问题。教练，生意的事情。他在干嘛我都知道。是没有人想他问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
果当初我没有帮他的话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着急？也许还可以跟他打最后一次高中比赛。有空再来找你哦。集合，神梦教练。